詩篇記811第4節咁樣講出家啲上帝按寫上帝嘅愛按睇對於自家人類，佢做出嘅提示十分榮耀，十分強，為了咩呢？為了自家人類要記得上帝做出安排嘅事，本自家人類世間佢做出嘅，本自家要享受。詩篇記811第5節咁樣講到，上帝祝福攏眾人要遵從佢嘅，上帝祝福攏眾人要跟從佢嘅，上帝祝福攏眾人要相信佢，要照佢嘅命令嚟行，佢祝福自家，祝福乜嘅呢？要平安，要快樂，要享受佢嘅福氣，佢嘅恩典，佢錫自家，佢看顧自家，佢保佑自家，且讓人自家社會世間嘅黑道，自家要尊重上帝，要依靠上帝，自家行呢個社會要得到佢嘅好嘅隆重，因為到上帝錫隆重佢做出嘅人類，自家謙卑嚟到佢嘅面前，相信耶穌基督。係個天父，係個上帝，係個救主，熱天佢個同在，在世間的行道。問題有，但係佢為現代自家帶自家去得勝嘅路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